由中國大陸選大美中國，想週末遠離神囂，享受個溫泉假期，呢個南昆生2日團就啱晒你啦！第一日朝早9點深圳灣口岸或者10點羅湖口岸集合，享用午餐後，直奔南昆山5星標準嘅雲頂溫泉度假村威士忌酒店，簡直係專享體驗，40幾個溫泉、波池任你浸，8大特色能量房，親親魚魚池、牛奶浴、石板浴樣樣齊。帶小朋友嘅話，超大型親子樂園一定啱翻滾島、迷宮、彩虹滑道，玩到唔捨得走。下午仲可以去鶯歌水寨場玩，或者打卡山頂無邊際景觀泳池。夜晚嘅酒店海鮮自助晚餐簡直係食肉獸福音，冰鎮海鮮應有盡有，仲有現場體驗太公分豬肉，儀式感滿滿。食完仲可以無限次浸過8個森林溫泉池，疲勞一掃而空。第二日起身先嘆過豐富嘅酒店自助早餐，之後仲可以繼續享受酒店設施。午餐係 VIP 包廂享用，廣東4大名雞之胡鬚雞，幾爽肉滑，仲有頭日午餐嘅選子客家豆豉鵝。最後去百年名鎮土特產街掃貨，買返啲手信先返程，完美結束呢個旅程。約埋屋企人朋友來大美中國，一齊去浸溫泉、玩樂園、食大餐啦！